蔡姑娘到楼上吃了两套高手小笑，小笑听见自家未婚夫来，当然蛮开心，蛮想下去旁团，但是不来，恐怕被人说话，先请老娘告吧。所以蔡姑娘得忙正下头来寻个老大人。哎呀，此地神府浪向房子500多间啊，每间房间起人用不着。老要3堂上火，东西房、西飞角、内张房，今朝是敲了让东西房。老大人作孽，自从女婿相信500，老高想听见配亲，当你吵起来、打起来，哪里拉他7根左手，那么老很是奇怪。拿7根左手，红纸堆包一包，书房里向放下。等到女婿来，不离口到老丈人位置呢，弃脱这根左手。所以姥姥现在深居简出，一个小子，人家岁数不晓得，今年52岁，53个人浪向生日，2根左手，偶遇的事没等出，现在随便花吧，侪是千几个女婿。姥姥现在一个子坐了书房里向，半边浪好一杯茶，一看才分好，一个子浪是言是语。膝下无子非也女，神乎今宵一片心。老夫新人命里，双成背德。与你及跟随父亲到往后来，梦方相依，一须提拔不公卿。那你内日登当，恰恰我50大钱，被世人不待，我再至居松顶上，钟表当面理应。唉，延续呀，你知道将来一定要走过到此。想而今首当之上与基真当道，你还要走的什么过啊？你找到一日金相是儿的造化，倘若女婿身上2度之余，你再到此际，哎呀，严叔啊，只怕歪了。趁我现在活了浪辰光，来早点来。来毕业干，哪毕业？我好做主啊！侬真去搞不呢？用不了做过的个，400万高档还本多。我有个点同地，侪是方向要一手提拔的。倘使我一说3上2度来再来啊，不这个便当着。说叫3上2度啊，我当年见过，就是一块锅菜，3块上个2块多个，银包进去，技巧真好，叫3上2度。所以了做你的女婿来快点来吧，我本到房间里向哪有金石，搿倒的确，生于是老大人知恩大报。于是老大人啥个出身啊？滴滴呱呱，冒元首大兵的出身。要了此地襄阳开办店后来，武口捉乱外国人打进来嘛，那不了，根子要一道道来，大糊涂太平庄方向府后门跟随搭个棚。立个衙，滴答滴答做大兵，立托字婆出去骂大兵。这良好，余守松、芝麻多，7个人越来越多。我就到原来是3个大个袍子队来骂余守大兵吃着。原来个饭店发发得来，太平庄东南西北4面开4办分公司，当中一办总公司，叫陈永兴余守大兵开发中心。现在呀，中心行了呀，说一些中心了，侪都了啥个公司了？哎哟，刚刚开放辰光，我到云南路去，看见个老伯伯浪吞油条，就上着一块牌子，叫老油条开发中心。哦，确不是的。沈女士啦，当然那哈方向也会得看中的呢，不是每每就讲有道理的呀。就说方向府里向几百个佣人，侪要吃大饼，侪去忙，哪么不来着？中国这里都讲，屋里有事体的呀。哪才去骂呢？啥个？到沈培德个衙一商量下来，沈培德每天送进来，搿就得吃着。喜鹊老乡也看见，哎哟，这个小伙子一表人才，相貌堂堂，脱白，
不晓得，随得中国讲，我儿子就是方清爷，叫方进章，书房里向读书500人陪伴，让你来陪读，搭里头也商量商量，不知阿肯。陈培德个爷听进来，方向要口中最好人不拿儿子送进相府，好听的叫陪读，事实上向就是高级个用人。方清爷读书读上去，立了边上一道跟上去，老乡要那个点好着。如果是用人，不能进考场，你不当你用人，当你自家小辈，所以方清爷啪，考人偷花嘛，你两帮金子。老大人两帮金子下来，方三爷随着自家囡就是一个势利姑娘沈夫人配不了。为啥？沈夫人也毛相是会太外地，冲啊个高就骨有点坎坷眼，王生公子不大欢喜，配不准备的。甚是老大人做你对，你老丈人这个口中再好再500，我屋里呢一手提拔，所以等到八堂做亲下来嘛，沈夫人是，想过千金我天天来，我要东来不够西。那么老老呢，中国成人里，哎哟，每大气哈该，你要糯米还是糯米，你要不米按糯米，俺们说哦，他要是西天出个，对西天出个，中国红一条，才听你个话。那么马门人杨忠公习惯，老老你要听我的。居松亭推请我来的，砰一记袋子一旁，老混，老大人有牛子，老混不是啥意见，我要报答方家里大恩大德，小弟上火娘娘呢，该桩事体不娘家，所以弄得老夫妻吵起来。所以老一口子现在是言是语的作业呀，言是啊，言呐是。哎，谁家蔡姑娘刚正达到书房门跟前，听见里向老大人在那喊言书啊言书嘛，哦哟，这个一口狗要石头做子仙人掌，那么我自家屋里向呀，新来要上去呀，几个大伙刚正行上，你得听听看，里头啥人的女婿已经帮子头，而且配的每年落了海，一个么从岳父大人怎样，那么一个言书啊是哦。哎，可是我要进去听听嘞。刚正狗呀，让我们那到那哈血提出，做些人家人，可见是来要背于真我，让我听了真我们，随即该送你三角，对个。我书房门里晃一下踏进来一看嘛，你不够要哇？就来要一个人哇？哦，对着，狗要新人。一拉到我里不想，用我家应声法，不把我看见，根本不要紧。我看不见你们，来要别看见那个。我觉得看来要眼睛嘛，你眼睛忙了烧上火嘛，你就受了路上灯子朗向，这个。蔡姑娘对来要面孔一看嘛，哟，这个到不对一说，那么来要不是他狗要帮的。闭了我眼睛，闭目养神的让狗，让千几狗呀，看看得真的蛮心酸。想想狗呀，你真叫今朝来，倘若你今朝不来了，你来要到海洋上相思病在，什么像女婿的相思病，那么上的那想，还是要去恭喜上搭上来。啊，来一虽然，要回去来一口的请恩不。彩屏罢了，恭喜来意，到此后事，想要归呀，恭喜来意，后事来意。少那个我对我欢喜的，你一来就那忙地的了，要来恭喜我，喜着我了。请来意猜着我一猜。哦，哎呀，不规矩啊，当我猜妹妹子噻，就说来了几只猜对头个，猜门他个。那方山府里向陪方清要一道读书辰光，个阿舅不里猜着妹妹子，叫乌东东、白东东、二世将军刚不动，觉得今朝牛分东呀。实在上面堂一看真，那几只猜不来噻个，到底什么喜事呀？啊，来，想我家恭喜他来了呀！啊，恭喜来了！啊哎呦，来了我心，先带一步，啥说啥子的？为啥？小句我对调皮不过啊，反我倒听见狗咬来着，哇，写着，慢慢的
姑爷的小上好，姑爷们，我偏偏呢，想说呢，那我把那当贵州去带我噻，姑父来噻个，不好嘞个，彩礼，来，哪一个勾一呀？哈，哎呀，哪不能问出来讲？你通过一个男做过一个狗样，啥个叫哪个勾引？晓得有相得个女婿有点糊涂了，孩子。啊，来，你是好乃芳香府中方大侠与方狗一来了呀？哦，好乃方狗一来了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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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一连出说不着多少，老老开心啊，女婿呀！我怕是王本和天下去人来，晓得人家白手洞的采饭日要采光，分清着来，你哪会得来？我个乌对旁头，彩礼是与勾一在后池相见，在花园中与日傍着，猛对头上相见。哦，猛对头上相见。老没无心，为啥？女婿得发了孩子。我已记得旁头个上花好呀，没对对呀，没对花生成富贵花啊。倘使你今朝当个女婿，那么喜欢的我旁头嘛，太为了嘿，以上海人派的桂花来洗。慢慢看，女婿做点啥事体？啊，得发，不得发，哪门发？嘿，我叫得问呀，身上穿点啥衣裳呀？从这老发头里向。啥个身份，这啥个衣裳，清清爽爽，那用不了门，一看就看得出，不像现在呀。现在我登了台上做袍子，登到我子在这次西装是到皇居差不大多呀。慢慢看，彩礼是来，我来问你，故意而今身上什么打扮？啥个打扮嘛，但是打扮，哎呀，不能马上说，说这里要起一个样。那么年纪大的人谁叫哇哈哇哈蛮靠的，留下来马上一起了要出事体的。那么啥个，让我里我里个打扮慢慢讲说出来，对个。来，说问各位的打扮嘛，那。我的有学问有道理。听啊，刚子半日天啊，称赞我女婿好，潇洒漂亮。啥个打扮就你们讲出来？到底什么打扮呀？那么也讲出来之外，来，想故意怕想一个，蛮好，想一个么蛮好。只怕呢，只怕将他讲个手机师傅讲，那么画鼻子。想什么？那想一个推上了军门弟子。推上了军学生子啊！俺想到大事路啦分，就是从前辰光孔夫子啊，智深先生啊，理解的弄不大清爽，曾经去讨教过推上老君。所以《诗经》上向以上一句啊，叫孔子分离于老多，老
都就是太上老君。从观念点讲起来，孔夫子还可以说太上老君学生子。那么倘使我女婿这样子一般嘛，没好了怎么？好啊！这张面孔看上去是分听出来过，再说个清爽点。来，想勾与他余香一勾。那么这样子皇帝的学生子来的，真呀！那想一勾，神阳里走个灵感道。李正阳学生子吕氏新闻到底如何？那么也是当起在来日来。相子点，封上做事大令能懂，举杯双指为八计，欲动一勾当好老。身体女风宫女风，他一生系得功名事，前世里在红人中愿与披功风。哦，来听什么的？听你让讲女婿在新郎大日当被水捧御动几杯出高，做只新人了还是？彩礼是来。而今故意他身在哪里？想今日门哪？一代子弟是有理。来，你说去相见，倘若你水脸一碰，怎样？他是家园对立刻也非红。好，我有女婿啊，难道说对西山上鬼忙了还不？说不得，喊我快点去排队。哎，一刻你需要围住西山，那么做你对没这样便当，来围住去西山上向云脚上打打，我还要去不想想了。我外国凤凰现在讲起来治外大事，到波斯国就是现在的伊朗。外国去追追，现在天狼还要去读读。老大娘，我所晓得天狼没啥好不想。地球外是个太空，你电视里向在看见，等那里向人啊来不定摇了呀，烧上火顶好不想嘛，龙华铁板生存顶好不想。来去想呀，有些人去不想子，不想围住来嘛，可想而知个他好不想得不得了。可是看上去你还想去不想子哇？哦，我还有50年，现在为这了。那么这你对女士一本正经来到红尘里向了吧？大概从千几我楼上人门口，彩礼是来。故意在你面前可人分级老义一向可好？说出来难气死个！你们到了天机里，到什么女婿以来自半日分门起来呀？来意，各位他没有分级你来意呀？他倒不问。老七呀，女婿呀，我为此呢3年苏州才比花吧，难道不见见我？哦，你大概是小子千金娘，可是分级方太夫人。一为分级方太夫人。2个长辈发问：哦，出家做子新人，恩有一笔勾销，门市里姑娘子，可是分级你叫夫人？我叫夫人，她越发的不分了。3个长辈谁发问？难道他一个都不分吗？他该分一个呀。哪一个啊？分进我家小姐来归那福妃。哎呀，这个新人一定花枝吃老包一头就要起来了。说新人们去搞好吃不干，可不是啊？让我去帮帮对口。彩笔是，你先去回复，是老爷谁进去来？是。
让蔡姑娘先到紫薇堂去回复。出家做仙人到紫薇堂，而且紫薇堂来发酒场花样。你现在别家哪会得到紫薇堂？别去过里，去口子再说。所以姥姥手上抬身，不过该个辰光，弄不大清爽。女婿来不上火不去，要到紫薇堂，耐心的等些，再受姑娘的气呀，去呀！飞飞，开始数数步，想他们日不还乎，出为后。你好出家的，你一出家，无不大吉。乡里走后有女神海风，他的中文绵绵切身老。
把思念都。夫人吃，夫人抓，担心就是自家子女。一个人都是这个，像你也是这个。倘使这个子女倒兵一出来，都不是啥，出国留个回主来，哭一讲又发明拿金奖，爷娘哪怕拿不着铜钿，精神上想从安慰了，难以形容。倘使这个儿子不争气，派出所先去这里谈话，这个人讲没来过。所以姥姥现在一本正经忙正紫薇堂来，蔡姑娘先到。西菜饼临此地，满为引进个比菜公，他是西江故以来一生蔡姑娘先到。看见姑娘坐立不安，要等个表姐，不晓得表姐分来个来头，把个当玻璃上上，汪了一声：“啊，姑娘，我家小姐来了。”哦，啊，姐姐在哪里？姐姐在何处？小弟娘姐姐。这样大事先生了，听见告知不了。啊，各位妹妹，方才小笔锋了，各位知名大路上相亲小姐。我家小姐听得你故意带来，兴冲冲跟在我小路，那只想走到白龙当中遇见了拉姨。拉姨说：“你们到哪里去啊？”小姐说的要到紫薇堂会见你故意。拉姨说：“哦，你们女人家知道不便，回住楼头去吧，待我洗碗。所以而今小姐回去了嘛，拉姨来了。好啊，恰，代理妈妈也是那小猪的弄出事体哇，不是俺吃过。做女的彩屏啊，你也晓得，今朝我个身打扮子，专门来见姑娘出气的，不能见老丈人的呀。我要见老丈人嘛，大包铺登门对天，那么老丈人他刚开正门出进，上人生气，我话喜欢，也开心。那今朝弄这样烧枪的，大惊大伏，顶来看到个大金仔，三姑娘吹到头上说出了浪。别不老让你看见跑脱自家，啥个偷出子，至于灯样的多，要求我倒进一头到这一进门的一转嘛。哎呀，女这个大事比这个满山大事，重新打喊，大白脱脱，为灯样的，好了，大白下下来，在镜子里向一转嘛，哟，女这个大事比个都当大事，哪是搞你那个重新扎喊，这身衣裳没办法子。喏，地浪向雨动几百么也看看龙，啥人看见么真正要气死？看得罗大家，这紫薇堂许多轻伤不够呀，但不让我看呀。不知那还不能方清想出来，忙中手机头里一塞呀，露出半头么，这还弄着。哎呀，但是今朝看见老让你个上称呼的蛮难。这名闻13年改过去，应当家里上岳父大人。不过今朝身上别讲，反我们家里岳父大人，立刻对我面孔一杯，家伙这里一指，说起来，早，而是堂堂御史千金，配不来最高苍大人大事，好不是？反其事看不起。那么啥个？我生育得力，老亲身后，家里上公对大人。哎呦，好不好？你反也是背错的讲，说叫什么子？哦，13年改制去，叫我岳父大人，妻子3年，宿主来查，哦，叫我姑爹大人，那么你回去3年，要叫我老八同人，再去3年，你要夫人等我做啊。
也是要对错的。方卿再一想嘛，是吧？今朝我只好挖头上啊一点点，我家里上托头大人，大人上头唔少少光塌塌，所以家里大人可以回家我少，里他能回家我一宿，加上去岳母大人回家我一十，家里公对大人。倘若来让人看见我今朝大事大办，加上我道长嘛，那么我还擦擦来不子，所以家里于是同人请来开开岳母，啥子面不想想吧？那总归龙江这样，方卿刚正注定你的。姥姥一上太岁，要让人进来者，都要不够抬起来，枪鼓上的，哒哒哒哒哒，大人。叫我啥？叫我大人啊！上头光塌塌，唔说啥，难得发青天大人是牛里挖了海了。小奴调皮滑头，恐怕我老混，不够叫我上人。前3年寄送人改过口子呀。可不啦？道友先生，说啊！言呐是。哎呦，方卿开心啊！收拾了一个点闲话都成了喉咙口，现在一开始我噼里啪啦一头抽出来，都是有大人为情，有大人举着上台才随便进，哎呀，大事先生了，做大上通手头呀，说个噼里啪啦一头来个讲，接动在杀，地波浪向一波抓了，泪水清啊！有大人请，你请我请到理想当中，请我走。方卿邀请过来，拿着开杯举中一声。对会，随而自个得推几步，重新踏上来巴结。为请岳大人居中上奏，待小婿口请君。哎，不，这个那个娘，说起娘，唔被我好讲。老大人、老人、道友先生，客气派在东里啊。说起来啊，也是千里迢迢路上辛苦了，这个还会讲了，今朝不敢讲呀。为什么？你是蓬莱山来呀？这蓬莱山到该到千里还不足万里来了。我倒说起来辛苦了，你倒说起来来让人我讲人一点点不辛苦的，非要弄得哪里硬着。言许不该请起，是多谢岳母大人，请啊，小婿告奏比郎收定。那可怜收定，这规矩啊，有手背要送手，就说请着蔡姑娘说不说。哎呀，不规矩吧？有2人道理，一人，姑要今朝不准备旁头老丈人，老要真能客家。老要问你不敢说句话，老实讲，那么我去送茶，才分听见。但不是我要听见，我要3年做点啥事体啊？我是想早点晓得上去，告诉小姐，使得小姐好早点定心。这个一人我为此小姐要听真闲话不送。第2人可以不送，为啥？我要3人不吃以后这个，俺听见3人拍杯龙井茶吃没个，这不老要吃个咯？老要不想起来，为什么放在书房里向蓝还一杯茶？所以不送不要紧，就是望着那位书桌上向一关呀，看见一张书对飘了飘，咦，该得150呀，才4盒，才8盒，穿的些龙盒，哪有啊？过去看，再过来一看，没这像是刚刚够，看上去李小来，不知小弟说明当，我才要拿上去，这不小脚，让小脚看。要身边放一放，定心。老要边上一立，那么要听着，听老要问点啥，小的是回答点啥，记了，等些上去，各所小将牛风不动，统统搬上去，对个。你来了边上，老该个辰光，当作精神来龙口，从头看到脚，从脚看到头。方兄怪奇怪，来让人闲话不多让盯来自家看，啥讲逼心了，心里头有点哈虚虚的。非要你看了，那种苍一记耳光讲，说起那种啥腔的，
所以呢，动也不敢动，目不暇视，眼过鼻，鼻过看，看过心，心过脚背的嘛，一动不动。就说姥姥把你从头看到脚，从脚看到头，两边看我的清爽，做这个人。姥姥有道理啊，有眼光，啥个老想看出来？汤市里真正3年最高了，要得到位置，你现在可以什么正经为主，毕恭毕敬，放在最基部，啪抬下来，把个转身再上来，不磕个头，蛮清爽。这个是组织部鼓上去学得来的。这个蛮清爽，我若见上司，甚至见皇帝里现在见过老丈人，谁用个点部位了呀？莫非公公为啥到你同行中啊？我经常让你讲，口里这种毛香嘛，哪会得最高呢？想他是不必等的神品格，此人富不归上啊！什么的？大金头他，大包太太，金银拿出来。组织过来瞒我，瞒得跟我老丈人的，方清一好，作行为都拿出来的。老丈人我为谁得着消息？不晓得奶奶年纪都人不死的。哎呀，非要我们现在口里走两步路，德国四方方部、官炮、官部，你得说起来吧，老丈人，我不是官部，因为我见你皇上第二是最高个部位的，那么我就拍台。言是岳母大人，我与你分析之后已有3载，在这3载之中，言是在作何言之？特来让人讲闲话，要做人当心的。禀岳母大人，想小婿在居松殿上与岳母大人分手之后，正是为栖身隧道，浪迹天涯，庸庸碌碌，一世浮生。庸庸碌碌，一世浮生。老气呀，啥呀？年纪轻轻年多岁的人，还是庸庸碌碌，一世浮生啊！我老丈人活到今年52岁，这2句用不够讲。你身本上12心事体，你好庸庸碌碌，哼！荒唐啊，荒唐！年纪轻轻读书明理，今就讲到庸庸碌碌，一世风尘，实心荒唐。我晓得个呀，得来让人
唔少都是这个样，龙人是也训个样，那么真将我组织过来了。倘若我真的别家做大事大该得了，不然来让人杀俺一飞马牛，真是杀一个自动走走。方清唔少还讲，对阵子来让你们李总三口是，是。来了一口马油上去，得买临盆干，不是强头把你懂。错，小白杀干马别过这样子，不好再得马油还要挑起来的。上人的女婿毕竟客气干，不是亚的儿子呀。来了，这你对我的门上口，言说至于我大人，你怎样为中头女讨的？玉王大人真追小婿中斗女的，我哪晓得？讲到秋罗家枪子那个珍珠他毛蛋我扶上来个呀，我哪副都不晓得呢？送到俺们里向，各棍一上，全部招出来。3个蒸汽，6个里向死了该那里。也是，江头秋罗家抢了你的尊塔，每当女婿腹中痛爱。将他送至衙门，3目之下一口招人，说得代为保囊，非上人命。将到3月进击，6月击毙地了。已经击毙地了。是啊。哎呀，可惜啊，可惜。咦，讲到死他倒是也可惜啊，你都不是同行中啊？也是。想强盗抢而追他，死于狗，真是可惜。那这里向你是要弄不动的，为什么我放弃我走过去的把那讲的？你弄我凑一凑，我一我，别个里向弄我举带不进，马子必定明日食堂考试，李中三女放七上刑后，还是我放弃我走过到银牌把那讲的，弄我一凑一我，无人公开。不过石刚一讲了要抽把子不能见姑娘，是啦，我来手举敲兵玉王大人，想着讲到为了小婿是在饥饿之中岂非可惜，想小婿说我讲到爱与坚实，好，说讲到爱与坚实，不讲到不今朝石刚一年今朝来一个大事先生吧。说大不了事体啊！小奴今朝看见我10倍他里不讲真话，看上去要绑对我个头，那么啥个？还弄我来搭里绑对？那么说起来不可以个咯！从前封建社会里向，未婚夫妻不能绑对过，就说来到买开通改。哎呀，将来八字堂组织亲生，一人要得了一道得了，现在娘要先绑对嘛，有啥大不了事体？不然，阿搭菜饼讲菜饼啊！我来要部门不出不来猜猜，请弄我来吧。到底说不出啊！这一想嘛，蔡平聪明人，不过应对不了。对，蔡平乡里好不规矩，故意来了，都是得了。你一米送茶是哎，有的1米半于2米，有的米字半于隔里，因若2米相亲相交。两只对子左手浪向一了，眼光望着南方向，瞄过去嘛，因若明白。蔡姑娘做你的哪不明白呢？是不是蔡平实定聪明，对浪拍一记，脚底我都往一为顺得了？哎，来要那么对在小的是不想绑对来，要绑对小家啊，那呀，小皮去了，得，哪位小夫妻相会，互为其中。
说啥子的？为啥？小句我对调皮不过了，非我到听见狗咬了一张，哇哇小走，慢慢的狗咬了啥上火？狗咬嘛，我偏偏呢，想死呢，那我把那当拐杖去带了噻，狗不来噻个，不好来个，才别来，哪有狗一样？哈，哎呀，哪不能问出来讲？你通过一个人做过一个狗咬，啥个叫哪狗一？晓得想得个女婿有点糊涂了，孩子。啊，来，你是河南方相府中方大侠以方狗一来了呀？河南方狗一来了！哎呦一连串说不着多少好，老开心啊，女婿呀！我怕子王本和天下去人来，小弟人家白手洞的采饭日要采光，分清楚了，你哪不得来？我个乌对旁对，采别是与狗一在后池相见，在花园中与日傍着，猛对上相见。哦，猛对上相见。老没无心，为啥？女婿得发了孩子。我已记得旁对个上户好呀，没对呀，没对户生称富贵户啊。倘使你今朝当个女婿，让我西湖第五旁对吗？太坏了嘿！你上海人派点鬼话来死呀！慢慢看，女婿做点啥事体？啊，得法不得法？哪门法？嘿，我觉得问呀，身上着点啥个衣裳呀？从你来法的里向。啥个身份，这啥个衣裳，清清爽爽，那用法上门一看就看得出，不像现在呀。现在我登了台上做袍子，登到个袜子在抓起西装时，到王局差不大懂呀。慢慢看，才对。是来，我来问你，狗儿今身上什么打扮？啥个打扮嘛？但是打扮，哎呀，不能马上说，说这里要起个呀。那么年纪大的人谁叫哇哈没考过，留下来马上一起了要出事体的。那么啥个？让我另外一个打扮慢慢讲说出来，对个。来，说问狗一的打扮嘛？那。就是一块锅菜，3块上个2块多个，银八斤鸡，谁叫真好？叫3上2斗。所以老做你的女婿得快点来吧。我5本到房间里向，哪有金石？搿倒的确，生于是老大人知恩大报。于是老大人啥个出身啊？对对呱呱，冒元素大兵的出身。要了此地襄阳开办店后来，武口作乱，外国人打进来嘛，那么了，根子要一道道来，大后头太平长方相府后门跟随搭个棒，立个衙，滴答滴答做大兵，立托子袍出去马大兵，质量好。余守忠、朱木斗7个人越来越多，我就到后来是3个大个袍子队来骂余守大兵吃着，原来搿边店发是发得来。太平长东南西北四面开4办分公司，当中一办总公司，叫陈永兴预守大兵开发中心。现在中心行了呀，啥一些中心了，谁都了啥个公司了？哎呦，刚刚开放成广告到云南路去，看见个老伯伯浪吞油条，就上着一块牌子，叫老油条开发中心。哦，确实是的。沈女士老大人，那哈方向有得看中的呢，不是每每就讲有道理的呀。就说方向府里向几百个佣人，谁要吃大饼，谁去忙，那么不来着。中国得里都讲，屋里有事体的呀，
哪才去嘛呢？啥个？到沈培德个衙一商量下来，沈培德每天送进来，搿里搭吃着，喜鹊老乡也看见，哎哟，这个小伙子一表人才，相貌堂堂，脱白。不说的，随达总管讲，我儿子就是方清衙，叫方俊章，书房里向读书500人陪伴，让你来陪读，搭里头也商量商量，不知阿肯。沈培德个爷听见了方相爷口中最好人不拿儿子送进相府，好听的叫陪读，事实浪向就是高级个用人。方清爷读书读上去，立了边浪一道跟上去老相爷那个点好着。如果是用人，不能进考场，你不当你用人，当你自家小辈，所以方清爷怕考人偷花不，你两帮金事。老大人两帮金事下来。方相爷随着自家囡，就是一个势利姑娘沈夫人配不里。为啥？沈夫人呢，貌相稍微太外点，冲啊个高就骨有点宽阔眼，王生公子不大欢喜，配不准备的。所以是老大人做你对，你老丈人这个口中我再好再500，我目前呢一岁提拔，所以等到八堂做亲下来嘛，沈夫人是，想我千金我天天来。我要东来不够西，那么老老爷中国成人里，哎哟，面大气，哈该，你要糯米是糯米，你要不米糯米，俺们说，哦，他要是西天出来，对，西天出来，中国红一条，谁听你个话？那。他的人之必然与小三。有道理，听啊，刚子半日天啊，称赞个女婿好，潇洒，漂亮，啥个打扮就你们讲出来，到底什么打扮呀？那么也讲出来之外，来，想故意，他想一个，蛮好，想一个么蛮好，只怕将他公个手机师傅讲，那么画鼻子。想什么？那想一个退让老君们的子退让了句好生子啊！俺想到大事路啦分，就是从前辰光孔夫子啊，智深先生啊，理智的弄不大清爽，曾经去讨教过退让老君。所以《诗经》上向有上一句啊，叫“孔子分礼于老多”，老多就是退让老君。从观念点讲起来，孔夫子还可以说退让老君学生子。那么，倘使我女婿这样子一般嘛，没好了孩子吧？好啊！这张面孔看上去是分听出来怪，再说得清爽点。来，想告与他与相一个。那么像是皇帝个学生子来的，真呀！那想一个神呀里走个灵感道。李正阳学生子吕志信吧，到底如何？那么也是当起在来日啦。相子点，奉上做戏大人能够，举杯双指为八戒，欲动一个大好。心女可
女佛共与。蔡姑娘到楼上吃了两套高手小家，小小听见自家未婚夫来，当然蛮开心，蛮想下去旁团，但是不来，恐怕被人说话，先请老娘告白，所以蔡姑娘得忙正下头来寻个老大人。哎呀，此地省府浪向房子500多间啊，每间房间去人用不着，老要3堂上火。东西房、西飞角、内张房，今朝是敲了让东西房。老大人作孽，自从女婿小心500，老高小听见配亲，把你吵起来、打起来，哪里拉他7根左手，拿不了了很是吃棍，拿7根左手，红纸队包一包，书房里向放下。等到女婿来，不离口到老丈人位置呢，去脱这根左手。所以姥姥现在深居简出，一个小子，人家岁数不晓得，今年52岁，53个人浪向生日，2根左手，偶遇的是没等出，现在随便花吧，侪是千几个女婿。姥姥现在一个子坐了书房里向，半边浪好一杯茶，一口才分好，一个子浪自言自语。膝下无子非也女，神乎今宵一片心。老夫新任命里，双臣备得。与你及跟随父亲到往后来，蒙方相依一须提拔，不负公卿。那你内着登当，恰恰我50大钱，被世人不待，我再至居松顶上钟表当面理应。唉，燕叔啊，你说到将来一定要走步到此。想而今首当之上与基政当道，你还要走的什么过啊？你找到一只金相是儿的造化，倘若女婿身上2度之后，你再到此际，哎呀，严叔啊，只怕为难。趁我现在活了浪辰光，来早点来。来毕业干，哪毕业？我好做主啊！侬真去搞不呢？用不了做过的个，400万高档还本多。我有个地同地，侪是方向要一手提拔的。倘使侬有说3上2段来再来啊，不是讲便当着。说叫3上2段啊，不嘛没人杨总公习惯。姥姥你要听我的，居松顶配亲我来的，砰一记袋子一胖，老混！老大人有牛子，老混不是啥意见，我要报答方家里大恩大德，小弟上火娘娘呢，该桩事体不娘个，所以弄得老夫妻吵起来。所以姥姥一个字现在自言自语的作业呀，言去啊，言得去。哎，前恰蔡姑娘刚正达到书房门跟前，听见里向老大人那喊言许啊言许么？哦哟，这样一口狗要石头做只仙人掌，那么我自家屋里向呀，寻来要上去呀，几个上火刚正寻着，你得听听看，里头啥人的女婿已经绑子头，而且配的每年落了海，一个么中岳父大人怎样，那么一个言许啊是哦，哎，可是我要进去听听嘞，刚正狗呀让我面那到那哈些提出，做仙人家园。可见之来要背于真我，让我听了真我们随即告诉你3条。对个，我书房门里晃一下打进来一口嘛，你不够要哇？最来要一个人哇？哦，对着，够要4人，一拉到我雷不响，用我家应声法，不把我看见，根本不严谨。
我看不见你嘛，来要背看见那个，我觉得看来要眼睛嘛，你眼睛忙了烧上火嘛，你就受了路上灯子浪向，看看，蔡姑娘对来要面孔一看嘛，哟，这个的不断一说，那么来要不是特狗要帮的。比我眼睛，比我眼神那浪高，那浪千几狗咬，看看得真的蛮心酸。想想狗咬，你真叫今朝来，倘若你今朝不来了，你来要到海洋上相思病在，什么像女婿的相思病，那么上的那想，还是要去恭喜上搭上来。啊，来一虽然，要为去来一口的请安不。彩屏罢了，恭喜来意，到此后事，想要为呀恭喜来意，后事来意。少了个我对我欢喜的，你一来就那忙地的了，要来恭喜我，喜中我来，请来意猜着我一猜。哦，哎呀，不规矩啊，当我猜妹妹之战，就说来了几只猜对头个，猜闷他个。那方山府里向陪方卿要一道读书辰光，搿阿舅不里猜只妹妹子，叫乌东东、白东东、二四将军刚不动，觉得今朝有分动呀。实在上名堂一看真，那几只猜不来噻个，到底什么喜事呀？啊，来意，想我家恭喜他来了呀！好，恭喜来了！啊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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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了，我心要带一步，